88课，耶稣是好一个青美人。有一摆，耶稣伫耶路撒冷，伊伫行路，伊有看见一个青美人伫路边，这个人出世就是青梅。耶稣的学生看见青美人，因甲耶稣讲，伫路边有一个青美人，伊出世就青梅，伊安怎青梅？是因为伊犯罪吗？是因为伊的爸母犯罪吗？什么人犯罪？伊打死伊的爸母，伊有犯罪吗？耶稣因讲，这个人无犯罪，这个人的爸母也无犯罪，伊的青梅互恁通看见上帝的权能。耶稣跪烂伫涂骹，伊用土甲喙烂抹青梅人的目睭。耶稣甲青梅人讲：你天时个地洗目睭。这个青梅人知影耶稣跪烂伫涂骹，伊知影耶稣用土甲喙烂抹伊的目睭。伊听耶稣讲：你天时个地洗目睭。这个青梅人天地洗伊的目睭，伊转来的时，伊已经未看见。伊洗伊的目睭的时，伊有看见。伊的厝边看见这个人在走路，因讲即马这个人有看见。厝边问伊的爸母讲：这个在走路的人将是恁的囝，伊安怎有看见？伊的爸母甲厝边讲：这是阮的囝，我毋知伊安怎有看见。恁问伊，我毋知。厝边问这个以前青梅的人讲：你安怎有看见？你以前青梅，你安怎有看见？你甲阮讲。青梅人讲：有一个人叫做耶稣，伊跪烂伫涂骹，伊用土甲喙烂抹我的目睭，伊叫我去地洗目睭，我去洗，我就有看见。厝边讲：耶稣跪烂伫涂骹，耶稣用喙烂甲土抹你的目睭，你就有看见。阮听讲耶稣是有罪的人。青梅人讲：毋是，耶稣毋是有罪的人，上帝无听有罪的人。有罪的人点抗伊好出世就青梅的。耶稣是对上帝来，伊是好人。耶稣是好我的目睭，我以前青梅，即马会看见。伊提拜耶稣，看约翰第9章第1节到第38节。